拥有超能力的小群体竟会推举一位普通人做老大，因为男人有根如意金箍棒，有这技能送外卖都能月入100万。趁戴面具的匪徒在外看门，哈奇准备黑吃黑，偷走劫匪刚抢来的量子模块，但他却被守株待兔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看准时机，他突然闪现逃走，劫匪的子弹恰好全打在同伙身上。就在他不甘心时，伸张正义的谢尔顿听到枪声赶来，不必多说，几个小毛贼很快便会伏法。而哈奇再次看到了商机，趁劫匪还能撑一个回合，他又杀了个回马枪。他可真是巨奸呐！可惜量子模块被击中变成废铁，没办法，他只能扫兴而归。其实他偷东西只是单纯为了钱，事儿没办成，他被雇主威胁，作为弥补，哈奇要为他去偷一个箱子，而箱子的主人是俄罗斯人库拉科夫兄弟。但没想到这兄弟俩耐力惊人，虽然说他们成功偷到了箱子，可也被对方碾成了兔子，哪怕将脚伸进油箱也没有甩掉他们，甚至还会时不时的遭到后方攻击。面对前方的死胡同，哈奇一行人陷入绝望。危机时刻，同伙想到了办法，原来是他的车具备量子技术，竟在被追上的前一秒穿墙而过。不过还没等他们庆功，新的危机又发生了。由于车速太快，他们撞上了谢尔顿的女儿克洛伊。本来他得罪广告商就心烦，做了亏心事儿，几人一下车，不由分说的就要灭口。即使克洛伊依赖药物成瘾，可应付他们几个还是小菜一碟。其中一人试图用高频率声波压制，却没起到实质性的作用，甚至还有不怕死的选择近战攻击，结果被克洛伊一拳送上台。见情况不妙，其余人顾不上箱子，马上就跑。箱子中的东西也被克洛伊顺便带走。再次弄丢了东西，雇主派手下来让哈奇以命相抵。在动手前，对方用触手先抢走了如意金箍棒，但传送指令有语音识别功能，他只听从主人的。紧接着秃头就去了鲨鱼经常出没的水域，等再次返回，上面只剩秃头的触手。原来这东西还能这么用。另一个还想用雇主的威严吓唬住哈奇，下一秒哈奇就让他失业了。看着血淋淋的如意金箍棒，雇主应该已经吃上了加班的盒饭，而捡走粉末的克洛伊如获至宝，原来它是超高纯度的面粉。于是他立刻叫来狐朋狗友分享，吵闹声惊动了房东，正好看到克洛伊之前打渣男造成的破洞，以此为由要赶走他们。哪曾想其中一人只是挥挥手，破洞就恢复如初。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房东也只能找个蹩脚的理由赶紧离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狐朋狗友都不见了，而克洛伊吸食过量休克，恰好哈奇找面粉来到这里，他没有报复，把克洛伊送到了医院。因此两人建立了特殊的关系。殊不知克洛伊的父亲正四处找哈奇呢。耗子见到老猫本能反应便是逃跑，不过这次哈奇也不知道自己传送到了哪里，但还是很快被谢尔顿找到，并同样也拿起了他的如意金箍棒。虽然过程相同，结果却截然相反。在决定实力面前，技巧显得微乎其微。其实谢尔顿找他，只是想打听有关他父亲的下落。哈奇嘴上说着父亲失踪时他只有2岁，当年的事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可当谢尔顿提到他父亲背叛正义联盟的话题，他却有自己独到的看法。Never thought that he would turn on us. The way my mom tells it, you're the ones turned on him. We all see the world the way we want it. I see it the way it is. 此刻谢尔顿还不清楚，哈奇有可能会是他未来的乘龙快婿。